講到將軍澳，大家對日出康城一定唔陌生啦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就係全城矚目、壓軸登場嘅日出康城第13期，由信和置業、嘉里建設、嘉華國際、招商局置地同港鐵公司聯合發展嘅大型鐵路新盤項目。呢個項目係康城發展計劃嘅最後一章，象指住區內新一代嘅生活風格同格調。發展商今日舉行命名儀式同新聞發佈會，正式為項目揭開序幕，宣告遠銷攻勢全面啟動。第13期分為兩部分，第13A 期同第13B 期，前者提供1284個單位，後者就有1266個單位。兩期加埋總共2550個住宅單位，係2026年內規模最大嘅全新樓盤之一，氣勢如虹。項目早已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，預計關鍵日期係2027年3月，樓花期大約1年左右。換句話講，買家唔需要等太耐，就可以迎接新居入伙嘅日子。講到交通，就更加無可挑剔，項目緊鄰港鐵康城站，同地鐵網絡無縫接軌，不論返工返學，去中環、觀塘、港島東，甚至九龍區都非常方便。地段方面亦相當矚目，第13期位於將軍澳海濱地段，坐擁遼闊嘅海灣景觀，遠眺港島東一帶景致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唔單止交通方便，景觀一流，生活配套都日漸完善，由大型商場、食肆、戲院到各類休閒設施，一應俱全，盡享現代社區生活。日出康城一向以綠化環境同海濱氣息見稱，而壓軸登場嘅第13期更加結合咗自然、時尚同便利三大元素，為住戶打造更貼近生活節奏嘅現代居所。無論你係首次置業、換樓自住，定係投資收租，呢個鐵路新盤都非常吸引，規模大，地段靚，加上發展商背景強勁，市場預計反應將會非常熱烈。隨住命名公佈正式展開，市場焦點勢將集中日出康城，再次引領將軍澳新盤新篇章。日出康城第13期匯聚康城精華，承先啟後，見證社區未來新標誌。敬請密切留意，更多項目資訊即將公佈。